台南庄过道落大水雨，到暝时要落袂停。安南区长溪路水是淹到脚头有遐悬，甚至淹入居民的徛家。安那小东地下道淹水有2公尺深，警方是赶到现场管制交通。大雨一直到小东地下道无偌久，就加速一条河道，用要一半拢浸伫水内，警方赶到现场交管。入来了后，雨势是有够大，台湾高速道一卡水淹将近半个车轮悬，交通大拍夹。高速之间上深淹50公分，一定外送员无法度继续工作，只好伫路边苦苦等。就是过去的时候都会淹来颠去。安南区长溪路一段水淹到脚头区，一天已经淹3摆，居民真怨气。影响上三路用啊！政府要搞处理吗？我问你安就好啦，政府要处理无啦？啊，你要叫人来搞斗摒扫无啊？安平区运河水费涨价，特别甲路面共款悬。台南为昨中昼开始，就落大水雨，一直到昨暗，真济行政区14点钟，业绩雨量超过100毫米。永康区阁出动移动式抽水机，不过因为雨势伤过大，无什么录用。公路的移抽啊，现在是2台都启动移抽的情况。那我们在雨势一开始打起抽水位的时候就启动了啊，因为现场雨势过大，所以才发生积淹水情形。那我们会再持续推动改善。雨势转好，积水伫昨暗时8点外提起，不过气象局提醒今日依然爱细致大水雨。明天天气呢是时晴时雨，相当的不稳定。中午过后，中南部、东半部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出现。气象局预估计中昼过后，中部、南部甲东北部山区可能有在延时强降雨，也有局部大水雨发生的机会，民众都要细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